大家好，我係鄭副校啊。學校為咗鼓勵大家持續學習，加強家校合作，促進大家彼此嘅分享，所以咧同家教會將會推出星級爸媽證書計劃。大家只要利用呢本小冊子，參加唔同嘅育兒活動，儲夠足夠嘅星星積點，喺學期完結之前交俾我哋，就可以獲得唔同嘅證書㗎。星星積點可以有6個範疇：第一，家長學習，參加育兒活動，閱讀相關嘅書籍等；二，親子活動，參與各項嘅親子活動，例如家教會旅行；三，家校合作，參與我哋嘅家長義工服務；四，家庭關懷，同仔女一齊去參與社區服務，或者係一啲嘅慈善服務；五，反思與分享，分享大家嘅育兒心得同埋反思；六，學生支持，配合學生嘅需要，提交一啲點子去培育小朋友。星星等級方面，我哋分開3個。童星爸媽，大家至少喺2個範疇裏邊獲得最少15個星星積點，咁就能夠獲得童星嘅證書。銀星爸媽，最少喺3個範疇裏邊，包括咗反思同埋分享，累積到30個星星積點，咁就能夠獲得銀星嘅證書啦。最厲害嘅係金星爸媽，咁咧能夠喺5個範疇，包括咗反思同埋分享，累積到40個星星積點，咁就能夠獲得我哋嘅金星證書啦。喺聖經箴言咁樣講：你教導孩童應行的道路，待他老年時也不會離棄。各位好學爸媽，一齊集星啊！讓我哋學習添本領，親子心連心，家校共前行。誠邀各位家長踴躍參加計劃，有關詳情記得參閱派發嘅星級爸媽證書計劃小冊子啊！